另外，伫其他消息方面，中研空服员罢工虽然讲已经结束了，不过呢，劳资双方继续也搁伫咧协调当中。工会就希望讲，这中研航空会当互罢工期间上班的地勤人员奖励。因此呢，中研航空也表示讲，伫咧建议当中，操观众朋友做回来去听看卖咧。是希望说，在地勤人员的部分，那这个在罢工期间，地勤人员都非常的辛劳。那我们看到空服员其实也有 double pay 之类的一些就是奖励措施。那我们希望说，地勤人员的辛劳这边呢，公司能够给予一些罢工期间的资源津贴。大家调解的主题就是说有这个变形工时的变更必须要跟工会协商。那还有机场地勤人员的这个交通津贴的提升这样子那还有就是国定假日的双倍薪资的要求这样那还有就是在罢工期间的这个资源津贴的提升。上次协商没有成功，就是双方各自就主张的事项都要带回去再去做研议这样子。